小李的女儿现在也聪明，又会说话，很有意思的孩子。你说嘛，这两个老板。看看。Hello, hey,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so cute, right? 你说叫什么？你叫什么呀？好了，可以了，下面的可以了，对，真棒。啊，这样不错。哇，Hello，这是老梁，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跟小李也不错，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下。这是小李的车库，这是老梁的 Story， 什么人？啊，说一说嘛。我要交给老师。像那个这样，国家，修那个，车。这里也有洗车。因为我们洗嘛，有。生个的不往上子，生个的不往上子。快点，快点！
我靠！今天是8月23号吧，24号。早晨被雨声惊醒，然后我来了仓家的家那个牧场的帐篷这里。下雨现在停了，但山上披了一层雪。我看到他的车，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家里。去看一看了。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走掉，如果能拍好的话，那就走了；拍不好的话，那就没办法了。现在进去看看，里面很黑，可能拍不出来。嘿嘿嘿嘿，你好吗？仓家在吗？他怎么回来了嘛？他说今天回来了嘛。哦，他还睡觉了。我看到他的车了。哦，看到他的车嘛。我就想他可能回来了嘛。参加老婆在玩手机呢，手机可能没电了，快要没电了。他刚忙完，挤牛奶，从早晨忙到晚，然后还有青稞，还有割草。现在回来刚坐下来，给我热了牛奶，然后我在喝牛奶，他玩手机。
这是他爸爸了，那大家都认识对吧？笑得像朵花一样，那就是他了。然后以后认识的话，可以过来看看。这个地方还是保持着比较原来的一个冰川脚下。就是刚才见到比奇的妹妹，从来好像就没觉得见过。我以为是比奇回来了。不早上拍了一些。这绿巨蟒根，公益的一些。这是比奇的妈妈，她过来把小牛给拴上。这是他们的环境，还有他们的人们。这比奇的爸爸，也就是昌家坝爷爷的兄弟。他们一共1、2、3、4、5个兄弟，2个吧，就是好像在的还有2个。比奇妈妈还要去吃呢。比奇家里看一下，我们小的来了。吃骨头，吃骨。这是比奇的妹妹，她爸爸。以前很久以前来过了，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在参加家里变化很大的，只是以前比奇在，现在比奇不在了。那是，以后想不想回家嘛？还是想在别的地方工作？想啊。到底想回家还是在别的地方工作？别的地方工作。哈。想回家如果过来。这有什么？吃过，开始就可以了，好吗？对对对。我自己来倒可以吗？可以的。来，我来，投进去。咱把啥去过？俺没，咱把啥去没？啊，啥去没？下啥去？俺没。下啥？没，俺下啥没？哦。俺我们投进。做把皮菜了。哦。这皮开来的。吃了嘞。吃了嘞。弄了哈个么过啊？啊。我去拉萨，你去的时候带我吗？嗯？你去拉萨不是这里走吗？然后去内地。你不去，然后走不是更近吗？坐火车。这个的票来类型，就我们票跟那票两个，那就。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所有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都在改变嘛，对吧？对。你也在改变嘛。所以说，记录一些年纪很多年以后还值得留着。这个文化肯定要改变嘛，说不定以后你的这个帐篷都没有了，都用。说不定以后牛都卖出去了。没有人肯定要卖嘛，对啊。不赚什么钱嘛。好多人都现在已经卖了，就是
就是啊，人少嘛，干不了事。就是啊，然后又没有这么大的钱，像仓家天天放牛的话，也不会有钱嘛，对呀、对吧？所以他们家里，他现在不算真正打工了，但是手走手有好点的朋友嘛，他都带个有那么点了，手你带的，就打给。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在改变，因为社会在改变，大家必须往前，对吧？嗯。是不是？就你妈妈爸爸很苦了，很辛苦了，对吧？是不是？对呀、时间有，但是我这个胃吃不了，明白吗？我只能随便的一点吃，是吧？投进去啊，压个胸啊，搁进去。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用什么，有时候搞糊涂了，你知道吗？个是，哦呀，蛮不嘞，是呗？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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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个是，就是也是谢谢。哥啥？对，很多很多。他在那么弄的，他喊着你要这个。但也不多的，这是最纯。那个路立起来个我是什么时候叫我真来。这是纯自然的那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吧？因为在草原上无所谓怎么样，也没人仔细在看。在城市里，我觉得现在的话，在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形象哦。然后你管那么多，形象有什么用啊？形象都是假的，给别人看的嘛。做好事情是自己的嘛。如果形象不好的话，做事也成。你的能力决定你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很自信的话，那就不需要什么形象不形象，无所谓了。你如果没有自信的话，那你觉得形象很重要，表面的东西很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我觉得无所谓啊，只要我把事情做好，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无所谓，我不在乎。吃了嘞。我衣服上都有油，全是油，你们看到亮，闪闪发光的。对，那也不走，对吧？不用光亮颜色。 Yeah, I like it. 这连长啊。当时交通不行嘛，这里路也不行，那没办法嘛。这个路很烂嘛，进来的话不容易嘛，那没办法，那肯定要帮嘛。这并不是说好像给我帮也是一个机会，让我帮别人，帮别人说明你有能力嘛。如果帮不了别人，你说明你不行嘛，对不对？所以给我一个机会帮别人也不错啊，对吧？所以是这样，我也无所谓的，不用想那么多。所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条件好很多了，对吧？路也通了，那边外面路，里面的路也好一点了。以前路不行嘛，进来也不行嘛，进来的路也不行。2个对吧？三个。瑞亚的爸爸。瑞亚的爸爸一个，然后有一个索拉，就在那边。过去。有一个叫来了，有一个叫来古那个，他生活在来古。来古。我可能不认识。他们3个兄弟，然后，像我爸爸还有4个兄弟。哦。还有2个妹妹。那明珠的爸爸也。谁的？明珠。明珠的这不是，明珠。
民政那张，民政那件也不在。啊？你不在了，民政。我知道，他们上次跟我说了，我不在，他们是不是你说的是那眼睛坏的？他妈妈眼睛坏的，不是，爸爸那个看见直至那个看不见。直至的爸爸，对，这你说的是哪个？我不知道。昌家他们对面的房子，就这个。芝芝现在他妈妈眼睛不好，看不见的。你信了的。不在了。嗯，他也是兄弟嘛，对吧？对。房家爸爸可以吗？哦。啊，房家爸爸可以你也的。从家的妈妈是，从家的妈妈是这样的，从家的妈妈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兄弟嘛，两个兄弟，然后从家的爸爸，从家的爸爸是他，从家的爸爸就是他就是从家的爸爸小一，哦，他姐姐的孩子，对。反正这里都是亲戚。就是。लेका गोदी सुरो ताइयो जियो खरोई लेका जुद केंद्र जमाल ने योंगु यो मान येने पदो लेका रे नीद निंजा मारे ये जंद्रा माते जुंदा Life about the Tibetan people. They're eating just some kind of a noodle. No.那是真来了把快蛋个带入里了。蛋。我这阿拉要跟个来了。对。带入里了。你爸爸一共几个兄弟？全部？爸爸。妹妹也算的话吗？8个。8个。啊，等一下，等我走了吃对吧？不是，我煮这个。哦。因为妈妈不吃肉。哦。就是，爸爸今天也吃跟妈妈的那种面条一样，但是爸爸可以吃肉。你妈妈不吃肉不行吗？这样身体不行吗？本来肉就吃的少，然后又不吃肉的话，那不行吗？我是天天吃肉，不吃肉的话没力气，我觉得。这个是比区的哥哥，现在跟他们分家了，自己在那里有个帐篷，还有2个孩子。但你们为什么要分家呢？又合不来。是他跟爸爸妈妈合不来，还是他老婆跟爸爸妈妈合不来？他老婆。他老婆。那说明你哥哥管不住老婆，对不对？对不对？不是。那不对嘛？是不是他老婆惹爸爸妈妈生气嘛？就是这样。差不多啊。那现在他们过得怎么样嘛？挺好的。嘿嘿嘿嘿。他现在家里有几个牛？你哥哥？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我是说嘟嘟那些。
你毛弄几个20个。 ？20个。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在一起的。扎西奇嘞。你爸爸呢？我也忘了。扎一，没那么扎。就是扎西的扎，哎一就是一，就是有一个这么一，那一个都。就上面两个对的。我不知道，我汉字不行嘞。也他咋了？妹妹听不着吧？咋了？俺接的。我就是第一次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很惊讶嘛。嗯。然后妈妈就，现实的反正都要接受嘛。嗯。然后就这样。嗯。你说的就是你哥哥分家的事情。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嗯。不知道。嗯。就是每个人都有秘密嘛。嗯。然后不能告诉别人。没什么好秘密的，我就是没有什么秘密嘛。秘密又能怎么样呢？人就是人，就是一块肉，就是一堆肉，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不定还有别人知道，否则的话，什么事都不是。我是就这样觉得，有什么好秘密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回来的时候，去年过年之前就各自各地。嗯。这算是他们的主食，每天要吃的糌粑。哦，吃糌粑。你在内地现在还吃不吃糌粑？不吃。嗯。带了又换了。你们好。他们在做包子嘞。这样越等着些啊，不摘不看的，你们俺等着弄远的，第一次去这里。好。今天他们做包子，很多人会来。也看着我去。两三把就咖啡吞的了，人家用过。个去买了盐，你打算为了叫他？他像个傻子，我过去这个傻人对的，真的不好意思。是不是嘛？我不想把它吃了，然后被他吃了。那就过啥嘛？这云上了，这打起来就那个。我这里吃啥小个啥的嘞？俺妈去了哥哥。常家的叔叔，这是。不是那个鸭是我们没有杀的，那个吃的，我们杀牛。那个狼知道吧？别听他的。喂，老吴，你的车的，老吴，跑出去去。
그러지. 저기. 이 게임이 잡고. 아무 저. 그거啊，接了，马给我一点。哎，对，倒也不多。我走了，好，去你开始嘛。开始有，开始有。我今天去任务啊，出去吃啊，谢谢。下一次来啊，对吧？哦，没，拿手机没？啊，对啊。